继续来到台中，由一间社会福利基金会设立的稻田咖啡，主要是提供着因辅导的少年一个职业场所学习的所在。最近，因推出的防疫挂耳仔的咖啡包，味精豆仔、烘豆仔甲包装，全部拢家己来。希望一直以来，甲因收听的民众，拢会当来啉到因用心来制作的好咖啡。 工作人员将无好的咖啡豆仔卷起来，刷来送到机器内面去烘出来豆仔经过磨过了，加工做一包一包挂耳的咖啡，每15包到30包包做一袋，这拢是因亲手做的。 那我们有分15包入跟30包入的，那就是让你可以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它上面有夹链袋可以保鲜。好，一部分是环保，一个部分是方便。 这个咖啡店是由长寿局基金会设立的，主要是提供予辅导的少年囡仔一个学习的场所。赚的钱都是做基金会的经费，不过因为疫情关系，生意有够歹。那这边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些咖啡豆，最后售出的这些盈余啊，就是100%会回到基金会，让我们做这些孩子的辅导跟生活教育相关的经费使用。 用生活消费卖使做供应，和支持咖啡的民众做这少年囡仔贵人，为做咖啡的过程中训练因应该有的精神，并且找到因家己的人生方向。